议长郭信良伫主持完议会新春团拜过后，马上就赶到安南区的城北路慰问过世一家人。平时靠着工地为生的过世民众，唔定爱奉养90外岁的阿嬷，还有爸母啊、甲某囝一家7个人。但最近因为老爸意外受伤过身，厝内无法度负担累积的医药费甲丧葬费用。对此，台南市议会特别前往关心，并且递赠5万块的慰问金。该户人家呢，因为房屋是租的哈，那郭远的父亲呢，刚刚发生不幸的事件，他又要负担90几岁的阿嬷的一个费用，还有呢，刚生下2个宝宝，他平常呢以打零工为主这个诚属是一个急需社会大众关怀的个户哈。那台南市议会包括我们的李宗诚议员、王景德议员，还有黄立昭议员的秘书，还有我们的区长我们的里长，都共同呢社会局也来关注这个案子。那希望大家能够可以共襄盛举，来完成整个的后续的工作尽量来协助该员呢恢复他正常的生活。现场包括议员王金德、李中琴、甲黄丽椒服务处的代表，以及区长甲社会局人员，嘛拢到场关心。议长表示，丧葬的部分，区公所已经协助申请补助，而社会局嘛积极来协助处理医药甲丧葬的事项，希望会用帮助国家早日渡过难关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